踏入11月，又是各属会举行咨询大会的季节。根据非正式统计，时间最长的咨询大会举行超过70小时，而最短的咨询大会在半小时内完结。上星期，评议会就去年周年辩论有关咨询大会时间太长，建议将模拟咨询大会及周年大会结合，以减少会議長度。我們就此訪問了體育聯會會長和經濟及工商管理學會外務副主席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 ，campaign 咧就係想達至一個諮詢嘅效果。咁而我哋咧就可能話相對一啲小老鬼翻嚟去 challenge 佢哋啊，咁就會反而俾咗更多機會去俾其他學生咧去問一個即係諮詢嘅 purpose 啊，咁樣所以就會比較短同埋 efficient 一啲咯。即係根據舊年嘅情況嚟講，其實即係可能去咗6個鐘頭之後咧，就已經即係啲同學想問嘅同學都嚟咗，亦都問咗，咁所以就即係搞太耐，其實亦都冇意思，即係大家齋坐喺度咁，亦都冇咁所以嚟講今年嚟講就會係8個鐘頭左右。校園電視記者李燁報道。